美天是创新伫1971年的影像技术团体，伫掠影领域顶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。一个来自美术设计、画图、新闻、甲电影等无同领域的10位技术家。V10就是在台湾艺术史，艺术史里面非常重要的艺术家。可以想象说，在1970年代他们组成的时候，是台湾还戒严的时候。你可以想象说，在那个时候，还是沙龙摄影技术非常的沙龙摄影风格非常盛行的时代，他们可以用他们非常前卫的艺术家的视角和他们的构图和用色，可以用他们很人文的一个关怀的精神来记录台湾的人事物和景色。这次开为20档，延续传统，美天再度推出掠影展览，一个还阁伫咧持续创作的5位技术家来到成功大学技术中心举办展览。每一个人拢为无同的时间甲角度，展出对文化古都台南的历史影像。因为是地缘的关系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在选择照片的时候，就是说策展人就希望说我们能够挑选到跟台南有相关的，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，我就回想说我最初来到台南的时候拍照的经验，那就是从后面的这2张盐水的照片说起。那这2张照片就是主要就是我在1987年的时候来到台南，来到盐水。V10 的摄影呢，它可能有新潮的，可能有更好的新表现的。那我在汉生呢，就着眼于在新以前，那么我们文化的这个过去的成就，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我后面的这几张照片呢，其实是我在40-50年前在台南做的采访。这摆展览也呈现美天50档以来影像创作关联的成果，将这个作品提供予台湾所有的影像工作者参考，同时探到台南400档进前，透过镜头带领台南的观众重温过去。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。